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又我香文章啊！嗱，今日咧我係想 prove 翻個派咧係點樣計出嚟嘅。咁啊派呢一樣嘢咧，其實有條公式咧，其實都唔係一條噶啦，好多條。即係其中一條公式咧，就係計算個派咧係點樣嚟嘅。咁啊呢一條公式咧，有啲人咧就話係印度數學咧就 develop 出嚟嘅。咁但係我 search 嘅時間咧就唔知點解 search 到咧係15唔知幾多年咧英國數學家 develop 出嚟嘅。咁但係其實佢嘅起源都唔關我事嘅，我哋最緊要識計嘅啫嘛。咁啊呢一度我覺得幾得意，咁啊 prove 一次俾大家睇。咁大家咧就要擁有 core 嘅 GS 嘅技術啦，同埋 M2 嘅 integration 嘅技術啦，咁啊先至會聽得明嘅。咁啊如果你都擁有呢兩個技術嘅話咧，都不妨可以睇一睇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咁啊你無聊當望一望啦都 OK 嘅。其實我哋話呢一個嘅派咧係好複雜。點解好複雜？因為一個圓形，大家都知道圓周除直徑就係個派啦，鬼唔知咩？但係實際上嚟講，我哋要計個派計得比較上係準確一啲咧，我哋真係唔知有咩計。即係你話度大啲呢個圓，喂，第一你個圓已經唔知點樣可以畫得叫做靚。咁你畫得靚嘅時間咧，度出嚟嘅長度除翻佢嘅直徑，你少點後你除得幾多個位咧，都係有限數。咁但係有個數學家咧就咁樣諗嘢，諗到呢一樣嘢，佢會去 consider 考慮。1減 t 2次加 t 4次減 t 6次加一路殺落去，去到最尾咧係-1嘅 n 減1次 t 嘅 2n 減2次。嗱，佢首先咧就利用住呢個 GS 嘅概念，我哋話呢個好明顯係一個 GS 嚟㗎啦。頭 term 係1嚟㗎，每次倍大負 t 2次，有幾多件啊？你自己諗諗。其實佢呢一個咪即係 t 嘅2乘以 n 減1次，由2乘1、2乘2、2乘3去到2乘 n 減1，唔計第一個 term， 1、2、3 n 減1就有 n 減1件，乘多件就有 n 件。嗱，我哋要理解佢嘅件數啊嘛，佢嘅件數係咁噶啦。我哋話呢一個咧係叫做2乘1，佢呢個叫做2乘2。佢呢個叫做2乘3、2乘1、2乘2、2乘3，去到2乘 n 減，咪 n 減1件咯。先人乘多件俾你，咪 n 件咯。咁樣嘅情況。喂，如果係嘅話，咁佢咧嗰個嘅公式咧，我哋寫得到啊。佢就應該會係 a 乘以1減 common ratio 件數次方 over 1減 common ratio， 係咪一條咁樣嘅公式？可唔可以執靚啲先？可以啊。佢就會變咗做1再減負1個 n 次 t 嘅2n 次除翻1加 t 嘅2次。嗱，計下咧，你會計到一個靚少少嘅版本，但係都係未夠靚。我哋再嚟over 1加 t 嘅2次，再減我哋嗰個嘅負1個 n 次 t 嘅2n 次除以1加 t 嘅2次。嗱，計下，你會計到一條咁樣嘅公式。咁呢條嘅公式，大家都應該有 core 嘅技術都會 develop 得到。咁佢就會將佢咧就轉一轉佢個樣㗎咯喎，就將呢一嚿嘢咧掟埋過去，將呢嚿嘢掟埋過去，咁你就會發現得到咧1 over 1加 t 嘅2次，其實就會係等於我哋嗰個嘅1減 t 2次，再加 t 4次，再減 t 6次，再加到去負1個 n 減1次 t 嘅2n 減2次，再加負1個 n 次 t 嘅2n 次除以1加 t 2次。嗱，你就會得到一條咁樣嘅公式。而得到一條咁樣嘅公式之後係未夠嘅，我哋跟住落嚟嘅時間，我哋會玩一個遊戲，就係叫做 in 咗佢。咁今日個 in 法咧，其實係點樣 in 嘅咧？佢就會期望係由0 in 到去1嘅，由0 in 到去1。咁啊，大家一齊睇下㗎咯噃。如果我由0 in 到去1嘅話咧，咁啊有到 M2 嘅朋友，你先至知道咩叫做 in 嘅啦。咁啊有到 M1 都知咩叫做 in，但係你唔識 in 呢個㗎嘛，其實。但係如果咁樣真係俾你 in 到佢嘅話咧，其實佢就會 in 到啲咩出嚟嘅咧？就會係arctangent 我哋個 t 框住佢代1代0，咁嗰邊咧佢就會變咗做 t 再減 t 3次 over 3，再加 t 5次 over 5，再減 t 我哋個7次 over 7，再加到去負1個 n 減1次 t 嘅2n 減1次 over 2n 減1代1代0。就會再加 in 由0 in 到去1，負1個 n 次 t 嘅2n 次 over 1加 t 2次我哋個 dt 啊。啱先呢度，咁你只要 in 啫嘛，其實你 in 到嘅。而 in 到嘅時間，你試下幻想下，我真係墮落去
如果 arctangent 個一字咧，其實係叫做45度，但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做 in 嘅人係唔可以講45度呢隻字㗎啦，我哋要講 pi over 4。如果代0落去嘅話，就係叫做0嚟嘅，咁你就會發覺得到咧，哇點啦 ？pi over 4就會係等於另外嗰邊咯喎，另外嗰邊係咩嚟㗎？另外嗰邊就會係叫做1再減 over 3加over 5減over 7。加一路殺落去，加到去負一個 n 減一次除2 n 減1刪括弧，再加由0 in 到去1負一個 n 次 t 嘅2n 次 over 1加 t 2次個 dt。嗱，計落去嘅時間你就會計到一條咁樣嘅公式。咁呢條嘅公式其實仲有啲乜嘢特別之處係值得我哋去到睇嘅呢？就係原來我哋嗰個嘅 n 咧，如果趨向無限嘅話咧，係有啲獨特嘅情況嘅。咁啊，呢個係乜嘢嘅情況嚟嘅咧？不如先將呢一嚿嘢叫佢做井號先啦。我哋不如畫個井號出嚟睇睇。井號其實係講緊由0 in 到去1負一個 n 次 t 嘅2n 次 over 1加 t 2次個 dt。嗱，呢嚿咁樣嘅物體，其實我哋係唔識 in。我哋唔識 in 嘅理由係因為佢有個除號喺度，左頭左勢。如果我哋要除好將佢拎走嘅話，其實唔係難事。你自己諗下，我哋只要谷大佢同埋整細佢，你就可以兩頭夾佢。點樣兩頭夾佢法？一齊嚟咯噃！由0 in 到去1負一個 n 次 t 嘅2n 次除以1加 t 2次個 dt， 應該係可以俾人夾嘅。佢會俾咩夾㗎？由0 in 到去1負一個 n 次 t 嘅2n 次除以1加唔知乜嘢嘅2次。由0 in 到去1負一個 n 次 t 嘅2n 次 over 1加唔知咩嘅2次個 dt。大家一齊度度橋啦。如果假設我哋真係要揾嘢夾佢，我哋嘅左手邊就應該係我哋嘅 minimum 最小值，而右手邊就係 maximum 最大值。如果你要谷大呢個數，除得越細，數值咪越大咯。咁你個 t 係由0 in 到去1噶嘛，咁我梗係攞最細嘅0落去啦。倒翻轉，如果你要係整細呢個數，除得越大，數值咪越細咯。所以我就會攞最大個1落去啦。咁樣做有咩好處啊？嗱，咁樣做個好處就即刻嚟㗎啦噃。我哋會發覺得到，原來你呢個所謂嘅井號，原來係叫做負一個 n 次掹出去，由0 in 到去1 t 嘅2n 次個 dt。而另外嗰邊呢？另外嗰邊就係負一個 n 次掹出去除2。就由0 in 到去1 t 嘅2n 次我哋個 dt。我哋會由唔識計變成識計。我哋會跟住再落去嘅時間負一個 n 次除2。你呢一嚿嘢就係 t 嘅2n 加次除 2n 加1，框住佢代1代0。而另外嗰邊呢？另外嗰邊就係負一個 n 次，跟住就 t 嘅2n 加1次 over 2n 加1，框住佢代1代0。O 唔 OK？今日得到？我真係代埋落去㗎咯噃。嗱，負一個 n 次除以2乘以2n 加1。另外嗰邊就係負一個 n 次除以2n 加1。嗱，計落去嘅時間，原來你個井號咧係會俾一樣嘢夾住咗嘅。咁如果有到 M2 嘅朋友，你應該係識 limit 㗎嘛？如果我呢一秒我 limit n 趨向無限大嘅話，會發生咩事？負一個 n 次再乘以呢一抽嘢，你自己諗到㗎噃。負一嘅幾多次唔係整一就負一㗎啦，但係當分母變成無限大嘅時間，你除無限呢，其實佢會係趨向0㗎噃。我哋嘅右手邊亦都係一樣，負一個 n 次除以我哋個2n 加呢，其實都會係趨向0㗎噃。明唔明得到？喂，如果你有個上限有個下限啊，你個下限係0，你個上限又係0嘅話，咁係咪即係暗示住 limit n 趨向無限大個井號其實係0嚟㗎？其實係0嚟㗎，明唔明得到？喂，如果俾你知道呢件事咧，哇咁啊點啊？因為我哋頭先咧你計緊嘅嘢咧就會有用啦，大家一齊嚟望一望啦。pi over 4等於呢一抽再加佢啊嘛。原來 n 趨向無限大嘅時間咧，佢呢劇嘢咧會冇咗㗎。如果呢撇嘢會冇咗嘅話咧，咁我哋寫低佢㗎咯噃。頭先我哋發現咗 pi over 4係會等於1減3分1，再加5分1，再減7分1，再加到去負一個 n 減1次除 2n 減1，再加個井號。咁即係話 limit n 趨向無限大之後，
佢就會發現 pi over 4就會等於1再減1/3，再加1/5，再減1/7，再加，一路加落去係唔斷尾，係唔斷尾。而跟住呢一撇嘢就會變咗做零咗，零咗就唔使理佢啦。咁所以其實最後個派咧，你就會計到係4減4 over 3加4 over 5減4 over 7加4 over 9減4 over 11，如是者係咁殺落去啦。嗱，各位，你真係可以翻去揾個 Excel 試一試，即係其實個原則好簡單嘅啫。派咧就係後邊係1正1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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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分子都係4，除緊嗰個就係除1 3 5 7 9 11 13，一路係咁殺落去，全部嘅單數。跟住梅花間中1正1負1正1負1正1負，你就會發現佢會係逼近個派噶啦。咁呢一樣嘢會令到我哋咧係可以計算到有幾準確都得，只要你有恒心就 O K 噶啦。咁你咪計，你可以計到小數點後咧喺一個好細嘅位置都得噶啦，得咪先？咁啊呢一個咧就係點解咧而家咧嗰啲成日都話哇，我發現到原來咧派咧幾千萬個位後邊咧幾多咧，我發表一個新嘅，好似大家破健力士世界大全咁樣。今日有條 formula 喺度噶嘛，你有恒心去計咪得咯。當然唔係揾手計啦，呢啲咁樣電腦計噶啦。電腦計參數嘅時間越計越長，咁啊成條式咧就走晒出嚟咁解啦，得咪先？咁如果係嘅話咧，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派嘅 development， 老老實實啦。你冇到 M2嘅，你應該聽唔明；你有到 M2嘅，你唔可以聽唔明。嗱，哇，教得咁深嘅呢條友，你覺得我教得深係咪會唔會因為你渣咧？嗱，大家咧，如果有到 M2嘅朋友咧，應該我講嘅嘢你要明晒嘅。咁啊，如果係嘅話，今日我哋睇住咁多先，遲啲有其他嘢再拍片同大家研究。